大家好，好快就到農曆新年啦！警方預計會有大批嘅市民前往荃灣沙咀道遊樂場去行年宵花市。為確保公眾安全，警方會實施特別交通同埋人流管制措施。喺2月15日及2月16日，每日下午3點至翌日凌晨5點，以下路段會暫時封閉： 1. 啟康街及啟智街全段； 2. 介乎大河道與路德圍嘅一段海壩街，會視乎人潮而作出臨時封閉。同時，位於大河道北行喺雅麗珊社區中心外嘅巴士站，將會暫時取消或與附近其他巴士站合併。大家要留意返巴士公司嘅宣佈。當花市內嘅人潮接近飽和嘅時候，警方會喺花市外面設立臨時嘅排隊區。到時候市民需要先去位於海壩街近大河道嘅臨時排隊區排隊，然後沿住大河道同沙咀道嘅行人路進入沙咀道遊樂場嘅年宵花市。請大家緊守秩序，同埋聽從現場警察嘅指示同埋安排。因應以上安排，位於大河道及沙咀道附近嘅3個行人過路處亦會暫時封閉。警方預計年29晚將會係市民到訪年宵市場嘅高峰期，所以喺交通安排方面，市民可以考慮經由荃灣站或者荃灣西站乘搭港鐵離開。順帶一提，我想喺呢度再提提大家，喺農曆新年長假期間，無論大家外遊與否，都要謹記鎖好門窗，做好防盜措施，以免賊人有機可乘。最後，我代表荃灣警區，祝願大家馬年進步，身體健康。